當保安局係西環，容海倫語無倫次新典範。自稱係法律界桂綸鎂，其實更似馬海倫嘅容海倫。淨係陸路啊，咁飛嗰啲你又唔控制咯喎，咁走水貨係飛住走定係火車走㗎？連走水貨係乜都唔知，選新東仲夜賣，堅稱自己係靠實力。我啱啱去國安局嗰次，我哋係響選舉期嗰陣時去嘅。咁當然佢又會問，喂，最近選舉個選情點樣啊？會有問嘅，會有關心嘅。但係佢哋有冇做任何分配啊？就冇咯。公民力量響新界東都做咗24年嘅工作，即係真係深耕細作咁樣去做。可能20幾年嚟耕得太深啦吓。OK， 佢同鼎鼎上港台節目講到點先可以幫到朱凱廸，唔使再受生命威脅。大家唔同嘅渠道去做呢個工作，都係希望要求最嬲尾，大家都係去到保安局嗰度，都係要求佢跟進嘅。咁我覺得件事已經去到警方嗰度處理啦。咁如果你再叫保安局去介入呢個調查嘅呢，咁可能去到另一個層面去處理。但係我覺得而家香港嘅警方係有實際嘅或者係有足夠嘅警力去處理或者去作出調查。呢一件事呢係得到高度嘅重視，係咁嘅意思嘅啫。係啦。其實兩個意思係咪一樣咧？定係有啲唔同？因為頭先容海恩講法就係驚保安局嘅高度關注就變成會介入，就會有所影響調查。嗱，我覺得調查即係如果去介入調查咧，就唔應該嘅，因為警方應該係有一個獨立嘅自己嘅判斷，自己嘅調查系統。阿容大律師，保安局唔係你樓下個保安啊，黎棟國唔會自己落手查噶。你講到警方套系統咁獨立，保安局又點影響調查啊？講嘢俾啲 logic 啦。如果保安局係話，喂，呢一件事係要高度關注嘅，要擺落去第一件事去處理嘅，其實真係需要嘅，因為而家係嚴重影響緊一個人嘅香港人嘅人身安全。無端端俾容海倫擾亂咗幾分鐘，最後都係翻去鼎鼎一開始嘅講法。可惜睇唔到鼎鼎現場個表情係點啦。不過聽埋下邊講葉劉入中聯辦呢段，葉劉可能都忍唔住當場噴血啊！一個從政嘅人士，對一件事前後有截然不同嘅解讀，你點睇呢樣嘢？我認為可以理解嘅，即係如果真係一開始有對方叫你話要保密嘅，咁當然如果你個心係真係，咁我一開始就話唔喺度，第二之後真係喺度，咁我真係想講翻真相出嚟。咁如果俾我都會咁樣做，因為如果一開始係啊，如果有講個大話先，跟住就等個好嘅時機。可能都係一個善意嘅謊言。